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2月初9，提摩太后书1章7节安尼讲：因为上帝予咱的，毋是惊吓的心灵，是快乐、仁爱、甲自制的心灵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毋是惊吓的心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真实可靠、信实永在的上帝，主啊！你也是充满怜悯甲恩典，时刻用丰盛的听赏赐予阮的天父，主啊！求你看顾阮。应答阮，予阮的脚步无偏离你的道路。主啊，因为阮知歹人的路是你所厌恶，独独对立公义的人就得你的听。主啊，伫世间有济艰难甲苦痛，伫环境中有济挑战甲烦恼，直到阮常常软弱甲惊吓，总是你应允予阮的。毋是惊吓的心灵，是快乐、仁爱、甲自制的心灵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虽然伫世间有济艰难甲苦难，总是毋免惊，因为主应允的是快乐、仁爱甲自制的心灵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